大家敢識釣菜的無啊？我係當好食了。好咧，家下留大家分享詞彙還有短記嘅過後咧，接下來就係句型教學。喺家下嘅短劇地背度有討論到，大家嘅思路菜係乜嘢咧？唔係做得來問一下，假使你身邊有人好做料理，做得問佢講，唔嘅思路菜係乜嘢？比如講炒玻璃菜啊、炕肉啊，還有當多無樣嘅菜品，客法都得樣板型來講咧。比如講，唔做得問，會煮乜嘅思路菜？你會煮什麼拿手菜？你做得回答。我嘅思路菜係炒高麗菜。我嘅思路菜係炒玻璃菜。我思路菜係炒高麗菜。我思路菜係炒玻璃菜。來聽下男士煙樣板型講。我嘅思路菜係炒高麗菜。我思路菜係炒高麗菜。反義就係我的拿手菜是炒高麗菜。同樣嘅問題，唔會煮乜嘅思路菜？係講當好食炕肉嘅人就做得回答。我嘅思路菜係炆炕肉。我思路菜係炆炕肉。我的拿手菜是煮紅燒肉。咪係同樣嘅問題了。唔會煮乜嘅思路菜？唔做得揾一下地背度嘅食材留料理哦。我嘅思路菜係炒吊菜嘅。我思路菜係炒吊菜嘅。我的拿手菜就是炒茄子。哇，按多冇同樣嘅料理吼。一下食材買好了，阿來妹老阿強就做得開始來煮菜了。唔過吼，見擺到一個時節就會當緊張，因為都帶記得平常時練習有結果冇啊？還係多親密，還係冇結果咧？希望你兩三人做得啲親密沙團課嘅時節，丟出當好食嘅一品菜。唔過看下時節，時間差唔多了，應該會煮好食了。聽聽落去看一下，佢兩隻都帶老阿菜煮好食嗎？